分享书看他家己强20年，20年，伊喺台湾非常重要嘅一位编剧。伊底下嘅天师也有2出非常受欢迎嘅作品，一出係钿子窑嘅书，还有一出出境事务所。因为你运动欢喜抢到演员吴康年，捞起来第一出境事务所。我让麦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坚持的2个方向，就是说，你要有笑有泪，但是你的笑跟闹不能在工作场所。就是我写的闹，它会在员工休息室，但是你不能在一个比如说停放太平间、停放尸体的地方在那里嬉闹，我认为是不行的。我认为这件事有一点，过了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有逼他调整。我有看了一下初检那些，有逼他调整。可是我们从头到尾，不管是在哪都在闹。对，所以很焦虑。看外口人看。好。我问你有度雨要安怎啊？下雨的话，我们会有遮雨棚，一路从门口延伸到灵堂。迄个啥？人客来爱专门惊风食啦。好啦。迄鼎摕到后边，歹看到啊。我摕到你的名单内底一寡重要的人哦。那到位你来随去人按来，知影无？没问题，我会再一次确认，没问题。议员，女儿回来了。去帮忙，我去拿我。这个题材是人生必经，所以它是该做的。但我没想到没有人要做，还是没有人要做。那你那时候走很前面。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走在很前面。很前面，因为那个时候8、9年前都是偶像剧啊。那有啦，那时候的确真的在改变的，就是刚好我都接到了，我觉得就是《麻醉风暴》跟《出入境事务所》，就完全不一样的题材。没有入境。哦，出境事务所。对，入境是妇产科的故事。你应该写个入境事务所。是不是？对，妇产科故事，感觉很有冲击力。好。我真嘅唔知嘅天赋。这么本来拢啥拄到，我要按好演，得到牛票，虽然也会哭。前面主要都演偶像剧嘛，那时候就卡在一个试图想要转型但办不到的一个阶段，因为你没有接到戏，你就没有办法做出突破，所以那时候误打误撞。那时候没有看过这样的剧本，你会很好奇说这个要怎么拍？请注意。唔怕，冇事。你有看过一部戏从头到尾男女主角没接吻过吗？那时候的戏，只要有男女主角，一定要接吻，因为偶像剧嘛。可是我记得《出境事务所》，我跟佩嘉没有亲密戏，从头到尾。对于我这种，比如说偶像剧养成的演员来说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。然后你又要讲客语，你会听着客语的台词，老师念台词，然后听到睡着，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因为那声音还在，就想，我昨天睡着了，那我今天早上我昨天没有背到啊，然后没有，就是每天都处在一种这种状态，然后结果一到现场发现，你背的也不用了，因为小任没有要，小任没有要你讲那一段。可是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血池，就是那一场你跟黄佩嘉你在刁他的那一个全程客语。
要求重排，他真的要求重排。我说我不行，因为有一场戏，我记得跟佩佳在办公室里面，我要骂他，然后那一场戏没有什么理由，突然从客语变成国语，可是那一场戏我就是演不好，所以后来才上诉了一次，是演员自己上诉，我重排。压力太大。海生，来哈张落的情报都，若迄若处理就晓的。咱会硬负责个阮的，老所有嘅资料看过一遍，最有时间去查票，老细地方综合统计清楚了。周七发飞机时间挺好嘅，就大天发品送订师傅劳工支付了，管理多嘅时间。下周印刷厂嘅符文，我稍稍的补加一款，迄无问题。看伊几多分，肯定清楚了。将印刷厂印做伫结业就结业，个别时间挺好嘅。我检查所有嘅东西，迄面有钱，制作、肤浅。咱没全部多哩，骨灰坛当方嘅卡斯，我再搁对加一遍。每个案呢，可能好嘅同时，比如都检查嘅上嘅地图，上嘅伫休息室。所以总统嘅电话，一了，还有要当方记录老家属见面嘅时间，无问题，无乜嘅事情，希望唔全就伫现场。迄有事情做对人来讲，无清楚嘅事情，无太祖太医，天天就问来。可能有问题，咱们做的嘛。做的。客语真的是，你改了以后，你真的不会讲。那个时候对于准备角色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，那你可能顶多把客语背好，其实就已经很辛苦了。那你要客语、台语、中文，你就会觉得很乱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拍到后面啊，拍到第2个月、第3个月的时候，其实客语其实就 OK 了。喂，拜个唔做按度哦，你利用嘅落火啊！连天嘞，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拍过客台的戏啊，拍过出境事务所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，我也可以去法国，大概是这个概念嘛。下次去翻法语。下一步就砍成。对。真的有那种感觉，真的，年轻的朋友，年轻演员们，如果你要有所突破，来客台演戏，就你能够过客台这一关，什么都不怕。